早春的山。足久进前，伫一个远远的所在，有一粒小小的山头。伊毋是真悬，若是一个大人慢慢散步，差不多半点钟就会使到山顶。若是带一个2、3岁的囡仔，一边行一边欣赏山景，1点半钟嘛行会到。囡仔的骹步稳稳啊，目睭正利，因的身悬看会到真侪趣味的物件，大人爱曲腰才看会到。早春来啊！透早时，山骹有一位阿母，甲伊的囡仔做伙准备一寡点心，切几粒红记记、若大粒玲珑的莲雾，茶果的水入好甜。猪无仔穿一领薄外套，因着牵手出门啊。一路鸟仔声悠悠，风看看吹来嘛袂冷。因一步一步踏。囡仔讲：“阿母，你看，迄条石头仔顶悬青青毛毛，佮淡薄仔金金的青池，看起来偌尔啊舒适。我若小神童，一定要倒伫顶面歇困。”阿母对咧讲，亲像倒点软心心的碰床。日时看云飞，暗时会当算天顶有几粒星。行无几步，经过杨桃树骹，一蕊一蕊粉红仔色，小小的杨桃花开伫树箍四角。囡仔看着，喙笑目笑额头，讲：“阿母阿母，昨暝有星对天顶落来耍，天光煞袂赴转去。”杨桃阿公甲因留踮遮。嘿啊，杨桃树阿公会好好请养照顾因。过一阵仔，咱搁来看小小的粉红仔星敢会大汉起来哦。因某仔囝已经开始上骑，身躯边的树仔嘛愈来愈大丛，愈来愈悬。囡仔突然间请阿母细声，伊伫倚树头的一个大树坑，因阿母过来看，因点点徛伫遐，囡仔认真向树坑内底。过一困仔，伊才甘愿徛起来，踮阿母的耳孔边轻轻仔讲：“小神童是搁咧困，还是出去找宝物啦？咱等遮尔久，还袂看到因的影，一定是昨暗耍伤久，爬袂起来。”山顶有一片平平的所在，草坡仔顶满满五彩杂色的小花。阿母甲囡仔挽一寡幼秀的花，有一条悬藤，编做2顶花头壳仔，一顶较宽，一顶较细。因将春天的色彩滴点头壳顶，竟然芳甲尾牙嘛过来亲近。面头前有几丛金蕉树，囡仔毋捌看过的金蕉花，足好奇，紧紧上去一大片一大片甜寒红的花瓣，一丛一丛掀开，内底已经看会到比前头仔较幼的金蕉仔囝。伊阁看到有的金蕉叶仔一顺一顺闭开，感觉真奇怪。阿母啊，是啥人举家刀
甲叶仔夹甲哩哩哩。阿母笑文文应讲，毋是有人教的哦，是今朝想要分享日头，互下面的花甲草仔，伊家己闭开的。囡仔斟足看，果然今朝树骹有微微的光，也伫花面顶、草仔尾。伊翻身甲伊的阿母揽条条，我嘛要将我心内的光分互你。